大家好，欢迎收看2礼拜一摆的代志挂大条，我是苏晴。代替德鲁古河事故对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第一线救灾人员造成心理的冲击。同时，花莲网络病院除了收治伤者以外，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希望事故伤害降到上低。德联经交通部长林佳龙伫受质询的时阵，嘛互立委一直问，是讲咧关心伊的心理健康啦。后续嘛有媒体讨论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现象。受访问的医师认为，新闻记者也算是个危险群。一般民众若因为伤过关心事故，嘛就有可能发生替代性创伤。医师提醒，就爱自我自觉，适当的放松，和情绪跳离开事件的气氛。嘛有心理专家伫国政基金会记者会指出，亲像国军、消防、搜救等参与救难的人员，若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可能会拖到5冬。不过，政府目前的资源是无够的，因也来呼吁政府就爱甲社会资源、甲心理咨商界力量库外来，共同组织心理创伤辅导团体。代替泰鲁国河事故救难人员从第一线救灾，看到真侪残忍的画面，拢刻伫心内。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基金会14即天邀请专家开记者会，表示政府若敢若针对受难者的家属，亲友做个案追踪是无够的，就要扩大重视全民的心理创伤。例如说，像国防部性别的文化掺进去之后。大家会担心啊！我今天如果去使用了这个0402专案，我会不会被我的长官认为我的抗压力不足？那就像那时候在讲普悠玛的那个救难人员自杀这件事，其实就是一样。罗慧君表示，这种心理创伤影响可能会拖到5冬，尤其救难人员大部分是男性，受到传统认为男性爱较坚强的观念影响，压力搁较大。虽然卫福部有男性的服务专线，不过客人实在无介济，而且一通电话帮助有限。伊认为政府就要善用善款，参民间共同组织心理创伤的辅导团体，应该要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要有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室，它可以成立。那这样子的话，里面如果有一些人可以随时我们去随时可以求助，这样应该会是个比较好的方法。与会专家表示，全台目前有执照的咨商心理师大约是4000位左右，人工无够。佮以国立大学来讲，学生平常时要找心理咨商，就要等甲2个月。这摆事故嘛有师生受影响，资源定着会搁较吃力。因是呼吁政府应该结合社区，建立心理辅导团体，补充人工。记者陈雅文、曾派文台北报道。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甲台湾媒体教育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甲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顶个月举办记者会，发表台湾新闻自由甲记者权益的监测计划成果，而且发布2020年台湾媒体工作者权利受害记录的报告。参与调查讨论的记者分别来自电视台、媒面甲网络媒体。因提出的问题主要有采访甲报道自由受到限制、无重视工作专业、劳动时间长久等等。一般民众真好理解媒体产业的真实状况。听讲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公视门》，如果有机会报上，大家无的确地当小看了解。媒体解决团体是建议。台湾应该爱设立守望记者权利的机制甲投诉平台，保护台湾的新闻自由、媒体员工的劳动权益以及心理健康。嘛建议 NCC 伫咧审核执照的时阵，就要甲相关的议题纳入考虑。虽然 NCC 回应劳动法规本来就是审核的项目之一，是讲从业人员乃无虾米感觉呢？媒体改革社团参全国传播媒体产业工会日发表台湾新闻自由甲记者权益监测计划成果，针对新闻工作者面对的工作压力，建议 NCC 就要出面，要求媒体经营者甲员工签订编辑式公约，嘛应该要注意媒体违反劳动法规的状况，而且纳入审核媒体执照的项目。现在有很多一线的记者呢，同时面对了媒体老板的压力。也面对了政府的压力，审照方面，电视台基本上都是
可能看的是它产出的新闻的一些有没有违反那个新闻伦理啊，或者说这个侵害其他人的权益啊，但是在媒体劳权这一块，并没有列入这个所谓的审照这一方面。媒介团体嘛主张，台湾应该要甲国际记者协会合作，建立记者权利的守望机制，甲投诉平台。因推出台湾媒体工作者权利观测站的网络平台，希望让媒体人员一个免签名、汇报问题的空间，嘛希望进一步建立第三方的单位，替媒体拍分数。那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是收集台湾媒体工作者他们遇到的一些状况。一直认为这个第三方能不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建立起来，由这个第三方对现在的媒体打分数，这样子做出来的结果才会比较公正客观，也可以让乐听众有一个评判的标准。NCC 回应签订编辑室公约确实真重要，但是目前无法律会当强制规定，所以敢若会使伫外照也是偏工的时阵鼓励企业来做。劳动法规的部分 ，NCC 表示这本来就是审核项目之一。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张永水台北报道。新闻自由了，不是这样讲，就是说少数的。这不能走。顶一条新闻讲到，伫路唱歌，连伊点一杯饮料外送地行一个。若讲到即摆外送服务实在真方便。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因为疫情的关系，外送员人数新中滚倍，即阵将近有9万人。外送相关的议题，亲像营业法规、食品加交通安全，特别是外送员的劳动权益，拢受到真侪讨论。虽然劳动部伫2019年已经认定平台业者甲外送员之间是头家辛劳的雇佣关系，外送员有受劳基法保障，但目前所传出平台业者开始将契约改做承揽关系，无承认外送员是因的辛劳，相比劳保、劳退、加班费也无基本工资的限制，致使外送员无法度有一般劳工的保障。4月20日，外送员伫劳动部头前开记者会，宣布要来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除了对抗平台业者联合减薪水的行为，未来嘛会推动修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外送员主工会，外送员主工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外送卡网放伫咧头前，大声喊口号。各大美食外送平台的外送员20日伫劳动部头前宣布，要来成立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保障外送员的权益。以中彰投、熊猫来说，大约平均少1到3成。那 Uber 的话，台北北基大概也少差不多1到3成左右。像我以前有跑过24小时99单，那到现在大概24小时可能连50单可能都不到。工会讲，亲像Foodpanda中南部都会区的上架车资，2019年是70块，不过到2021年刷了到剩44块。Uber Eats 的部分。台北、新北、基隆地区的平均基本车资嘛，为2019年的65块到75块，落到2021年的43块到50块。工会讲，平台减薪水，外送员会有更较侪趁钱的压力。为今年3月Foodpanda实施减薪开始，职业灾害的数量是提升3倍。像熊猫，他说我其实鼓励你们慢慢去骑车，但是变相又有系统提醒，说你现在超时1分钟、超时2分钟、超时3分钟。对，去逼迫你变相的叫你骑快一点。我是有听过司机说超时的话，单子会直接被转走，就是直接被系统拉掉这样子。工会指出，真侪外送员出车祸唔敢向平台汇报，因为会烦恼家己的口罩和平台的侵权。工会讲，一寡县市有家己的外送驻地条例，目前工会短期的目标会以推出这款驻地条例为主，未来嘛会推出全国的修法来保障外送员。呼吁大家就爱来加入工会。针对工会指控，Foodpanda回应调整报酬是为着互远距离的订单有较合理的报酬。Foodpanda强调，因是无甲任何同业有联合的行为。Uber Eats的部分，记者伫发稿进前也未得到回应。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经济部自2019年推动无人载具科技创新试验计划，到2020年的年底，已经有9个上路试验的案例，其中包括一个自动驾驶船、8个自动驾驶车，计用带动投资的金额大约是3.5亿。
台北、新北、桃园、台中、中下、台南、高雄，这几个县市拢有做过自动驾驶公车的测试。尤其台南要拼今年10月上转全台头2条自动驾驶公车路线，这和最近伫新竹县展开的测试到底差伫倒？根据经济部的指出，新竹是台湾头一条伫市区开放混合道路内上转的路线。原来是市区甲郊区的差别。总共一句，新竹按4月15开始，将伫台北市区甲新竹高铁站做夜间无载人客的实验测试。那一切正常，按算8月开始提供服务，明年嘛正式伫新竹县的市区上转上路。未来公车就亲像这款模样，变做无人的自动驾驶车，透过车顶的八粒感测器、甲智慧装置，提升安全性。万一拄到状况，会使马上自动停落来。台湾摩托车很多啊，这一点是在这个先进国家很稀少的，所以很多这个我们在台湾所训练出来的这个人工智慧的模型，在其他车流比较混杂，尤其是东南亚其他国家摩托车比较多的国家，我们会有相当大的优势。这届较特别的是，利用车联网技术结合路测系统整合通讯，又搁车行顶设施来提升安全性。另外，智慧单车的灯啊，会使侦测单车的人是多啊少，随时调整出车。车流的一个混流的一个情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测试我们是比较郊区或者是公车的专用道。那我们这一次是真正导入在真正的这个混流的这样一个车道里面去做一个自驾的一个运行。新竹县自动驾驶公车计划拄开始是以无载人客，逐工对暗时10点到隔工返点1点做测试，后期换做早起测试。若是顺利进行，续来才会开始载人客。上下阶段就是市区公车实际营运。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湾头一间国家级的廉雅文化资产保存机构——国家廉雅文化中心台北馆，4月20日正式开幕。这个计划是台中的国立台湾美术馆负责维护营运。台北馆的建筑本身就真有历史，在1937年落成，是自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台湾最后一批钢筋阿门头的建筑。2014年，获台北市文化局指定做市定古迹。国家廉雅文化中心台北馆主要功能是展示、交流甲教育推广。经过庆运了后，正式开幕。即阵有2栋国内外廉雅作品，有记录台北馆文字修复历史的常设展，拢总有3场展出，予民众免费参观。其中，台湾廉雅收片的内容是展出1869年到1949年这80年间，由外国廉雅家所记录600外百珍贵罕见早期的台湾影像。尤其1869年所留落来的台湾影像，真有可能是翕台湾的头一批相片哦。1884年的法国军舰，也有1875年的日月潭。这批19世纪的台湾相片是早年外国摄影师伫台湾翕的。规划展览的林鸿忠老师表示，希望透过外国人看台湾的角度来理解相片背后的权力关系。想讲19世纪的迄阵台湾的所有的摄影，拢是迄个外国人，大部分拢是西方人来台湾翕的，所以讲伊翕的，就是要翕互西方的观众来看。所以讲这内底有牵涉到你讲，到底西方人安怎想讲台湾的影像应该是安怎做的？所以讲这内后面是种影像权利的关系。这款珍贵的相片目前伫国家廉雅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这座台湾头一间国家级的廉雅文物保存机构，经过民间廉雅界为1994年开始走踪，2015年伫文化部正式启动国家廉雅资产的抢救计划。一路参与的廉雅家曾玲嘛希望未来廉雅文化中心会当串联举办全国性的廉雅活动，建立台湾品牌。台湾国际摄影艺术节，或者是台湾国际摄影大会或者博览会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活动，不管是1年1度，能够变成一个固定的常态性的一个举办，这样以建立台湾的一个
在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品牌。文化部表示，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的主要任务，除了抢救、修复到相片、研究、推广，也是重要的工作。要让台湾摄影家的摄影作品有处通长。除了台北馆，未来嘛希望伫台湾各地头拢会当设立国家摄影文化中心，透过一张一张的相片，讲出台湾的土地故事。记者杨淑晴、曾海文台北报道。劳工朋友，今仔日是5月7日劳动节。依照劳动基准法第37条规定，劳动节是劳工应该放假的日子，头家依法就要提供有薪假。劳动节若拄到劳工例假日，也是休困日，就要补假。如果头家有得到劳工的同意，伫劳动节上班，就要依法薪水加倍发落。提醒大家爱注意，以上就是这边的代志外大条。感谢观众的捧场，欢迎大家帮阮起赞分享，咱2礼拜后再会。